有道理。不过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空桑山中有人刻意在种植一种带毒的花。为何这么想？师姐那天带回来的花瓣，我当时就在想，有可能有人把药放入了土壤里面，使土壤产生了毒素，这个毒素又被花所吸收，所以花自然就带毒了。如果有人刻意栽培毒花，其目的，一，为了炼药，还有一个，就是下毒害人。没错，万毒门的弟子中了毒身亡，很有可能就是被拿来试毒了。他们沿着河流来到了鱼都。这么一说，全都说通了。明天我们去趟空桑山，有毒花盛开的地方，一定有万毒门的人活动。好。我忽然觉得，师弟，你很聪明，完全不像在青云之时。我跟在青云的时候不一样。你还是你，只是那个时候我们对你有偏见，才认为你，才认为我又笨又没用，对吧？是我们看错了。其实师姐在和青云的时候也不一样了。我怎么不一样了？师姐是怎么想到用演戏来筹款的呢？我见过塞外的马戏团，他们就以此为生。师姐去过塞外？我去周围看看，免得今夜有魔教来打扰。公子怎么这时饮酒？是有心烦之事？哦，无事无事。金老板，请坐。哎，倒是金老板这么早来城主府，找我外公有事？昨日有人来锦绣坊闹事，想必接下来几日都不会太消停。本想请严护卫帮忙，可是他却避而不见，又不想因为这点小事扰乱了城主休憩，所以想来看看两位公子是否可以帮忙。什么人狗胆包天，敢到锦绣坊撒野？不必找我表弟了，严护卫多少也要卖我几分薄面。金老板要办什么事，我去跟他说一声就好。那真是麻烦公子了，就让严护卫遣手下去警告一声就成。金老板太客气了，你与我外公相交莫逆，咱们算是自己人吧。公子说的是，适才看公子心绪烦乱，可是因为水源之事。本来按我的意思呢，将河道截断，一举以奏全功，何必花费那么多银两开挖个水渠，搞得天怒人怨，最后又没办法善了，有什么意义呢？我在想，找个理由让他们知难而退，打消这个念头。金老板觉得如何？公子所言有理，我听公子安排便是。金老板，你给小环送衣服呢？是。啊，他在戏台那边。啊，那就由曾公子代为转交吧。哦，好。哇，真漂亮，难怪人人都喜欢锦绣坊做的衣服啊。金老板，听说李寻在你那儿下了1000两的订单，改天我是不是也应该订几身啊？公子您太客气了。您是魏老的外孙，别说几身了，就是几10身，只要你说一声，我们锦绣坊也是马上去办。哦，那我先去见魏老了。告辞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公子有何指教？莫非是让我现在就量体裁衣？不是，我其实是想说，这个李寻的目的，金老板想必是明白的吧？李公子照顾我生意，我锦绣坊自然是感激不尽。好，那我就直接说了，金老板是个聪明人，你做的决定一定有你自己的道理。
但是我希望你能为于都的百姓和你的妹妹小环慎重地考虑一下。毕竟这未来的城主不仅要娶她，还得担负起照顾全城百姓的责任。两位公子未老都寄予厚望，也都是才略过人的公子。无论是谁继任了城主，都是百姓之福。曾公子若有心接替城主之位，我当然也是支持的。不是，我的意思不是让你支持我。公子若无心接替城主之位，又何来我支不支持一说呢？一切听从魏老安排就是。告辞。这嘴也太厉害了吧，滴水不漏啊！哼，还是让鲸羽对付他吧。感情你来陪我，是怀疑我在法宝上动手脚？我相信你不会害小凡，只是这法宝太过蹊跷。蹊跷？你问我干嘛呀？不是应该问你的好兄弟吗？小凡的身体有什么变化吗？目前没有什么大碍，但是他的内息受到了法宝的干扰。那不就完了？内息是他自己修炼的问题。我哪怕有通天的本领，最多就是在法宝上下个毒，但下毒也不会影响他的内息吧？你自己好好想一想。我说这些，你要是还不相信我，那你干脆让他把法宝扔了吧。哼。你问我的问完了，现在该我问你了。你到于都城来做什么？魔教齐聚空桑山，掌门真人派我前来，防着你们。防我们什么？在你们眼中，我们鬼王宗的就是杀人如麻，一语不合就会杀人全家的残暴之徒吗？不是我这么说，但是正道人眼中，的确如此。那是疯狗好吗？和你无冤无仇，杀你干嘛？我们鬼王宗也是很讲道义的，只不过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快意恩仇，率性而为，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的。至少不会像你们正道君子那样，成天絮絮叨叨、絮絮叨叨。人不为苍天行事，活着还有什么价值？反正我只知道，我生下来就是为自己而活。人生在世，没有人是为了自己而活的。所以像你们这样，成天絮絮叨叨、絮絮叨叨的，就是为天下苍生而活吗？否则呢？像你一样。我。碧瑶，你打算待在鬼王宗一辈子吗？前日金瓶儿跟我说了句话，让我感触很深。说什么？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你有没有想过，离开鬼王宗？那是我家呀。你出手帮助过我们好几次，只要你弃暗投明，人心向善，我跟青云门说一声，他们也会原谅你的。我们青云门可以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，这未尝不是。殊途不同归呀。你和鲸鱼吵架了？关你什么事？你说你们名门正派的人，天天跟我一个魔教的人混在一起，做什么？那是自己说自己是魔教的呀。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正魔势不两立，是吧？你回去告诉那个林鲸鱼，我跟他没完，我一定让他看看我的厉害。鲸鱼这个人总是心不对口，跟你倒是挺像的。我跟鲸鱼从小到大，所有的家人，还有草苗村所有的人，都被你们魔教所害。你为了帮你的母亲报仇，不惜一切代价，最终让年老大死无葬身之地。而我们呢？我们又该如何面对你们魔教？
谢谢你还我的法宝。今日中秋，你要是没有什么事情，可以来戏台看曾叔叔排的戏。我相信你看了以后，就会明白了。少主，这小子是不是？你给我闭嘴！别紧张啊！小凡哥哥好俊呀！俊男美女，天作之合。我看你们俩演完戏也别脱戏服了，直接拜堂成亲得了。嗯，说什么呢？我说的没错呀，你娶了小环就是余都城主了，名色双收啊！双收？我把你收了，把你收了。怎么了？小凡提醒了我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线索，我们可能都没有注意到。我得走一趟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哎，起来起来，咱们得去看孩子的大戏去了，走。哎呀，不去了，你去吧啊！我这老东西呢，就不去凑年轻人的热闹了。嘿，你这叫什么话呀？啊，孩子们是为了你才到于都来的。再说了，今天是中秋佳节，你这个城主，你好歹得露个面啊！哎，走走走。魏老鬼，你没事吧？不碍事，想必啊是前几天着了凉了。哦，着凉，着凉，你在这吹风，你抽风啊你？你老头子，你怎么就不知道疼惜自己的身子啊？这些年啊，我的身体是一年比一年的不行了。别说不行，就不爱听不行，得说行，很行。哎，我说你这个周老鬼啊，你都一把年纪了，你怎么还看不开呀？哎，我前几日我就请大夫来瞧过，但是并无病况。哎，这人呐，真是老了。哎呀，只要有一口气儿啊，你看，就像那个点着灯的火苗啊，渐渐的会燃尽的。待到蜡炬成灰的那一天，看开了就行。哎，还蜡炬成灰，还诗性大发了，你还团圆的日子，你别在这跟我整这个伤春悲秋的事。这，我这有一盒专治风寒的灵药，是从医仙39真人那儿取的。我告诉你，只有这一盒啊。待会儿我给你开出药方子，你找人到医馆按方子拿药，吃了就行了。哎呀，算了，你也把我的兴致给败了，咱哪儿也别去了。今天就在这儿摆上酒宴，等晚上月亮出来，一块儿赏月喝酒吧。如何？好，那就照你说的办啊。哎，这盒一会儿你得还我。哎，这。小环，奇怪，去哪儿了？看见小环了吗？刚才还在后台呢，是不是回府请2位爷爷了？我派人去找了，没有啊，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戏服都还在房间里呢，不言也跟我说一声啊。
小环不会不知轻重的。哎，你们这大戏什么时候开场啊？穿的这么人模狗样的，演戏都要穿成这样吗？林靖宇呢？他出城办事了。哦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见到小环了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糟了，不糟，来得正好。什么？不要挣扎了，乖乖的待着没事。谁？别管我是谁，只要好好的在这儿待着，过了今天晚上，肯定把你放回去。你快放开我！戏马上就要开演了，还想演戏？没门儿！谁让青云门那几个小子，得罪了我们家少主的？你们干嘛呀？周小环不见了，你们可以找那个叫什么陆雪琪的呀，干嘛非得找我呀？哎，碧瑶，碧瑶，你就帮帮我们这个忙吧啊！这件事情过了以后，你要我做什么我都答应你。想让靖宇陪你是吧？行，多久都行。这故事谁写的？啊，这个是我小时候听我娘讲的，当然我又添油加醋了一点。怎么样，还行吧？不行不行不行，词儿太多了，我不会演。帮帮忙吧，你先坐，你先坐嘛。我们一起读一下。我把房里的好酒都带来了，除了留给魏老的，剩下的就分给大家吧。多谢。客气。多谢各位父老乡亲来观看我们的大戏。天地之大，无边无际；红尘人心，无止无尽。神州浩土，广汉无边；中原大地，丰美肥沃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世间有一正道门派，名唤苍云。苍云门中有一弟子，名唤剑一。剑一游历天下，为繁华世间斩妖除魔。剑一来到人间后，第一桩诛魔案，对手竟是一名美貌女子。姑娘来自何方？为何在人间作恶？哼，关你什么事啊？我来自哪儿啊？我来自10万大山。
我来自10万大山。闲来无事，随便逛逛。你们名门正派都是一群伪君子。看姑娘心肠不坏，我便饶你一命。若是再落在我手上，休怪我无情。哼，我心肠不坏，你就是看我貌美如花吧？妄称名门正派都是一群伪君子。对啊。弹指芳华，红颜枯骨，这又有何相干？姑娘，未免对自己太自信了吧？哼！怎么走了？完了这自此一见，正道少年与魔教女子，便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是你的法宝在影响你吗？我没事，我们接着来。这就是他们的水渠，奇技淫巧，真是游手好闲。一个教训。从来都没有见过。你是不是从西边来的？对啊。你又知道？哦，是啊。青云门那几个小子议论我，对吧？并没有。你以前住的地方是不是有个大湖，还有山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从小被父母遗弃在荒野之中，是一只走兽养活你的。后来你被人捡到，跟随一个人几10年，他现在死了，你无家可归才来雨都的吧？狗爷的身世连少主都不知道，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爷爷是铁笔神断周一仙，行走江湖，专为人卜测吉凶、预测未来的。我从小就有天眼之术。别说你的过去，现在还没到圆月灵力最强的时候，我这天眼啊，1年只能开1次。你得先给我解开这蒙眼布，为我松绑，我才能给你预测。
不可能！我最想问的，我最想……好你个小丫头片子！然而好景不长，就在剑一与凤梨相恋后，魔教的争端如火如荼，终于正魔大战又再次爆发了。昔日爱侣也已反目成仇。就在剑一率领苍云门弟子攻破魔教总坛之时，你跟我走，我都会想办法救你。凤梨损耗100年修为，救了剑一的性命。将他藏在鬼王宗总坛之中，要带着他远走高飞。你跟我走，天大地大，再也不会有人找到我们。不，我必须回去。为什么？你已经背叛了苍云门，已经亲手杀死了你的师父，他们不会容你的。这就是我的宿命，我的责任。对不起，凤梨，你今天不能亲手杀了我，我也不能再与你在一起了。剑一，这是什么故事？不会是咱们青云的往事吧？我曾经好像也听说过。于是，他们再次分离，剑一再次回到了苍云门中，而等待他的，却是师门无情的审判。表怎么了？表，退场了。表，队长，回来呀！不准过去，回来呀！
奶奶的，竟然让他给跑了！走，随我杀上去！谷哥，别冲动，这里全是百姓，咱们会被揍死的。谷哥，不如咱们绕到后台去，让他们眼不成。走。你身为本派弟子，竟然与魔教勾结，欺师灭祖，不得不将你处死。我人生有大憾事，日夜镂刻于心，生不如死，却又不能不生。生则尚有期望，死则为背情怯弱之人。什么是正义？什么是正道？你们全都在骗我。我这一生苦苦支撑，纵然受死，却从未违背诺言。可是我要算什么？你还不愿意跟我走吗？措辞这是，我想。我不管，什么是正，什么是魔？既然相爱，为什么不能在一起？如果他们非要杀你，那我宁愿放弃这身份，与你生死不弃。喂，你怎么不按话本来呀？对不起，凤梨，是我辜负了你。老大，咱们放火，把这舞台给炸了。好啊！野狗。哦，就在剑一即将被处死的危急关头，凤梨赶到了苍云门搭救剑一。
今夜多谢你相助，来日有机会，我一定会报答。怎么，现在不说什么正魔不两立啦？正魔确实不两立，但我也不会善恶不分。金宇为什么一直在放灯啊？传说中秋的时候，点一盏灯，送给远去的亲朋好友，可以寄托思念。当年草苗村血案，我跟鲸鱼的亲人都已经不在了。七脉比武那日，那就是我的回忆。我有时候常常在想，如果草苗村的亲人还都活着，草苗村跟原来一样，那该有多好。亲戚或与悲，他人亦已歌。死去何所道？脱体同山阿。太执着于往事，你就会坠入心魔的。所以我要谢谢师姐当天帮我从心魔当中走出来。我曾经的家乡，在塞外。我的亲人。嗨，别聊了，咱们几个一起去放灯吧。走吧，走走走走，放灯去喽！一念成执着，沧海变荒漠，轮回中，我像飞鸟经过，记忆中停泊，点一盏烛火，那微光能否照亮寂寞？听雨声。